花市在地新聞，鄉親大家平安快樂。今仔日是新曆的5月2日，舊曆的4月初6，禮拜5。後來新聞一開始，上新的消息：台北市文山區的萬豐路甲萬和街口，下晡1點半左右發生着公車自動的這個事故。講這個公車駛到路口的時陣，敢若是因為機械的因素，不明原因突然間失控，這個公車瞬間駛過導線道，向路邊的山壁一直衝過去，然後規個都落落去了。這個事故是造成着駕駛甲2個乘客腳甲手攏受傷，加在意識清楚，無生命危險。那這個肇事的原因，警方愛閣進一步來釐清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